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国内武汉肺炎致病医群组感染，阁增加一位感染者，是唔捌出国去病院照顾翁婿刷好34个抗战楼地方围掉啊。对10月开始，若爱居家检疫民众，袂使坐大众交通工具，上当罚100万。高铁也取消4月初1到初6的自由座。一位对中国厦门回来民众无居家检疫刷拍包走，新竹县政府认为态度真恶质，也该罚100万。讲到国内武汉肺炎病院群组感染，阁增加一位感染者咯，是国内第42例。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位感染者最近唔捌出国，却因为2月中因翁婿住院有去甲照顾，只是甲第34例抗战楼无共病房也互围着咯。指挥中心也强调讲，病院有进行分层分流的管理，目前无封病院的规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晡搁再公布一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进前北部发生院内感染，甲确诊34例住同一层楼，毋过无共的病房。其他病人的陪伴家属，总计国内确诊病例已经有42例。第一个时间里面，全部的病房就清空，把相关的病人都移到单人的隔离房，然后整个病室经过整个的一个清洁消毒。那现在是封闭的。指挥中心指出，北部院内感染一开始确诊是案例34例，50多岁女性。二月中因为糖尿病相关并发症住院，当时无症状。住院了后，敢若喂护院内一个清洁工人甲3名护理师，并且喂护家己陪伴的查某囝，也有一个其他病人的陪伴的家属。而这个陪伴的家属甲案例34例是住共一层楼，毋过无共的病房，敢若因为共一名护理师照顾，入去围着。后来被我们检验阳性的护理同仁，所以他有照顾过案34。那这个护理同仁后来也被我们检验阳性，那他也有照顾过，跟这一个陪病的家属有互动过。这阵北部的院内感染扩大到7个人确诊，针对是毋是采取防疫措施，指挥官陈时中讲，这阵已经扩大采检通报，检验量也已经真大，院内也有相关管理，感染场所拢清洁消毒过，暂时无封院的计划。在这个区域内要完全清空消毒，人员要进行隔离检疫，还在属于同一个病房区，也都是还在同一舱里头，所以目前还没有扩大的这个规划。另外，针对这名确诊的陪伴家属，案例42例，也会进一步来调查可能的感染源。就北部院内感染，这阵已经掌握接触者总共295人，已经采检247人，其中6个人阳性，206人阴性，其他医院在检验中。记者综合报道。咱伫咧台湾是要安怎防止外国疫情影响到咱台湾呢？交通部也宣布讲，对10月开始，若准是居家检疫14天的旅客登来到台湾，是袂使坐大众交通工具登去处理。违规者是罚金10万起跳，上当罚到100万。高铁也宣布讲，4月初1到初6，所有的自由座先要来取消。卫生局人员示范安怎穿防护衫，替客停车司机来培训。高雄市防疫客停车初4开始，专门接送需要到机场登记处理或者是去看医生的检疫隔离对象。高雄市用一天薪水3500来给因请，月薪9万块。可以的话，尽量就是找比较年轻的比较适合的。然后另外就是个人特质可能会比较细心一点的，就是说比较有责任感的，因为他后面不管是在每一个个案的阶段，大概都需要做一些清洁消毒的动作。台北高雄小连续成立防疫专职车队，交通部嘛宣布，从初4开始会成立防疫车队，接送拄国外返来台湾必须要居家检疫14天的旅客。这个方案开始了，会有1礼拜的宣导期，从后礼拜3、11开始，从中港澳、韩国、意大利、伊朗入境的居家检疫者，都袂当搁坐大众交通工具登去大的所在，若无会处罚10万至100万的罚金。这个方案是规划以机场的排班计程车跟租赁车来提供我们居家检疫者点对点的交通服务。目前我们桃园机场以及松山、台中、高雄等航空站也都已经规划了妥适的入境的旅客动线。若是后个月初的清明连假，对交通运输防疫阁是一个大考验。高铁宣布，清明假期所运的期间，4月初1到4月初6，暂停来卖自由座，所有的车帮拢是专车对号。这段期间，嘛会暂停使用电机票、会所票、甲悠游卡等等。
比较有保障啊，不会这样那么拥挤。我觉得这个不要取消，不然你搭那个什么哪一班次啊、几点的啊，你一定要就急着要去。前面廉价所运的部分高铁暂停自由座，敢会去影响到想要升级的学生族群。高铁强调讲，期间也是会提供大学生优待，还有提早买拍折的优待。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爱居家检疫的民众林东景，自中国厦门返来台湾了后，毋但伫检疫期间失踪，佮四界爬走，新竹县政府认为这款行为足恶质的，也依照肺炎防治加纾困进行特别条例，甲罚100万。新北市政府也认为讲，昨日来套房真歹管控居家检疫的情形，除了会加强稽查，也会希望讲会提供一寡奖金，或者检举的民众。新竹县居家检疫的人林东景，2月25日为厦门返来台湾，依照规定必须爱伫咧厝的检疫14天，一直到3月初10。不过，伊却伫咧228之前失去联络，也搁去台北，也搁新北。因为林东景无配合检疫，中央和地方浪费真侪人力伫咧找伊。新竹县政府认定伊的行为真恶质，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也搁有纾困进行特别条例，处以上重的罚金100万，这也创下国内防疫以来上悬的罚金。居家检疫的期间他不配合我们的一些规定，那这种行为呢，我们也认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恶劣的一个行为了，所以我们决定从重来处分100万元。因为林东景伫咧失去联络的这段期间，要去台北睡这种短期的套房，外界烦恼这种月租型的套房会真做是防疫的空房。台北市观光团部局长刘义庭坦白讲，这种短期的套房因为无登记旅客的资料，即阵又搁因为传染病防治法的限制，民政局无法度提供居家检疫的人睡厝的地址，所以厝头家是真歹找，只会使扩大稽查，也希望民众到检举。只要查到有违法营业的事实，将依反光条例最重处到80万元的罚锾。那另外，针对投诉日租套房的旅客，假如我们有查到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相关防疫或是隔离的规定，那我们不排除会依据纾困防疫条例移送，那最重会处到100万元。新北市政府表示，最近会定检举奖励的办法，民众只要检举一般观光旅馆业，也有民宿违反法定观光的条例，每一个案件会使得到奖金15万块。希望纳入民间的力量，让这种短期日租型的套房唔好让防疫的工课破功。记者刘君豪、阿敏珍、张玉水综合报道。伫咧国内武汉肺炎第32个感染者是一个无牌移工看护，劳动部讲要调查，不过新北市却是认为疫情优先。指挥官陈时中也认为讲，现处事是真欠人，也无适合随去查。劳动部长柯明春也讲，这只是行政程序无创空的问题。不过台北市卫生局却认为讲，爱甲劳动部同款，透早就随通知病院，若准有无牌移工看护，就爱随通报移民署。武汉肺炎第32个确诊个案是非法移工看护，劳动部2月27日发公文，新北市政府要求调查是不是违法。新北市3月初日发公文表明，以疫情为优先，感谢拒绝也引起中央地方无共调疑虑。这个不是我们要优先处理的，更何况外劳还在医院隔离当中嘛。你无急一时一刻去甲处分嘛，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不是当下要做的事情。所以劳动部发文来，我是感觉不需要遐赶紧啦。我们是例行的这个公文作业，好，不过我们就尊重新北市政府好的一个处理，好是这样，没有所谓什么逆时钟的问题。台北市卫生局煞伫初3早起，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台北市病院，希望加强管理病人家己请的挂证照护员。若发现违法，应该通报移民署来处理。立场甲劳动部同款，也被一期甲指挥官陈时中将反调查无共调。毋过当日下晡，佫发布新闻稿指出，这是遵照118登记为福部的指示进行。北市有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要来了解一下。如果把这个外勤安都抽掉，万一有些没有合法执照的人，那不能够在岗位上，反而会制造防疫的缺口，制造医院的负担。那基本上我们是同一个看法。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支持医疗院所。原来外籍看护以卫生教育甲防疫教育为主，减少病院的负担。无执照的外籍看护，无采取以上做法，目前将防疫放第一，其他工作应慢慢来。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去到立法院报告600亿纾困特别预算案，其中振兴经费甲振兴地用权，大家也真关心要安怎使用。经济部长沈阴丁表示讲，振兴地用权就要等到疫情较少的才会来发放。不过时代力量甲国民党的立委也批评讲，这600亿拢无看到劳动部编任何预算。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影响各产业，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三到立法院报告纾困特别条例600亿预算案，其中有404亿纾困振兴经费，其中更加编列20亿发放振兴地用权。不过地用权免怎用，大家真关心。这个最终还是要疫情结束，大家才安心出去消费。那适用的对象呢，大概就是餐饮、商圈、夜市这些，哦。那详细的部分可能要等这个礼拜4。因为人潮聚集，受到疫情冲击而产生艺文消费下降的各式的艺文产业啊，那么也能够纳入振兴抵用券啊。经济部长讲，当疫情较低，才会发放振兴券来刺激消费。文化部是不过在争取纳入更加多嘅文产业补助，即阵也传出振兴抵用券初步规划是每1张200块，应用伫餐厅、夜市啊、商区也个艺文活动。不过必须爱搭配国内旅游的大房方案，刺激在外地消费。只是特别预算内底，互立委发现劳动部无编列，不过劳工受影响上大，引起立委的批评。600亿的特别预算里面，为什么劳动部是零编列？为什么其他部会可以编列200亿、100多亿、90几亿？那广大的劳工朋友，你为什么不照顾？委员，为什么？委员，你这个解释不是这样。院长，这是偏差了。现在我们有就业安定基金，为什么特别预算里面劳动部是编列？我跟委员报告，我劳动部有500亿的就业安定基金，它可能不是的这么的紧急，或是这么的迫切。那刚才提到说，中长期的对策其实是应该要用一般的预算来去处理，年度的预算来去处理。立委强调，特别预算应该看轻重紧慢，集中在受影响产业。只有特别预算，执政党要在3月13议会3读通过。随着疫情上升，民众关心的是翠暗产量。苏贞昌讲，翠暗产能预计在2礼拜了后，达到每天生产1000万个。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疫情伫咧做准备，行政院也当咧规划无共地点办公，国防部也开始进行规划，就连金管会国内银行也开始伫咧做筹备，分散办公地点，就是要避免一人着病，众人爱对咧隔离的情形。武汉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一直增加，中央防疫提升到1级开设，行政院各机关严防疫情，准备异地办公。早在疫情进前，总统甲行政院长的行程都已经避免同时出席活动，降低风险。国防部也配合疫情发展状况，随时调整异地办公，超前部署。我们的确已经规划，而且也已经选定了特定的地点，有所准备。未来就看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那就疫情的发展调整上班的地点，配合疫情的发展的状况来随时做调整，包含了分时、分地、分仓、分流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作为，还有异地办公，我们都已经做好相关的规划。都是配合疫情的发展的状况，我们会做超前部署的一些作为。伫台地的战时国家最高指挥中心、行山指挥所甲国家政军指挥中心，也因为避免空间考虑，研究开设第4指挥中心。另外，金管会甲金融业也拢有因应，亲像台新银行、玉山银行、新光银行等13间国内银行，总行异地办公，分散风险。这13家是总行的部分部门，那至于说原本有些银行它自己的规划，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其他的营运的部门或者怎么样，那当然是尊重他们自己的一个部署的规划。不止中央部会全力备战，地方政府亲像基隆市也在研究异地办公方案，确保市政袂用停。这个空间的部分，目前我们有在进行盘整，能看有哪些空间可以来做使用。不过细节的部分，我们目前都还在研议当中。因确诊的金门县政府伫7日防疫会议，除了研究异地办公的所在，也要求所属公务人员禁止去第1至3级旅游疫情警示国家，若是无公务，唔通去台湾，防止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南韩的武汉肺炎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初三个增加851个感染者，全国已经有5186个受到感染，而且有31个人死亡。总统文在寅虽宣布讲，政府部门进入24点钟紧急状态，也针对民众抢嘴暗的情形向民众回示的。南韩武汉肺炎疫情真严重，3月初三新增加851个确诊病例，总确诊人数5186人，31个人死亡。疫情集中伫咧大区市甲庆尚北道，其中大区市已经连续4天新增加超过500个确诊病例，阁有4个人底病无等到病床不幸来死亡。总统文在寅召开高层会议，下令全国政府机关进入24小时紧急状态。 중대보건의 컨트롤 타워 역할에 더하여 위기 상황에서 벗어날 때까지 정부의 모든 조직을 24시간 긴급 상황실 체제로 전환하여 가동해 주기 바랍니다. 面对疫情愈来愈严重，地区民众真惊吓，排队伫抢嘴暗的状况。文在寅嘛针对这件代志，甲国民回示的。 마스크를 신속하고 충분히 공구하지 못해 불편을 끼치고 있는 점에 대해 국민들께 매우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大区市政厅用紧急推报底线通知市民，自主隔离的人禁止出门，一般市民避免出门聚会，而且要接挂喙啊。今路面顶嘛出动军队来进行消毒作业。首日是出现免落车的病毒检测站，和出现疑似症状的患者，伫咧车顶地当进行病毒体检，降低人甲人接触互相感染的机会。面对大区市的疫情失去控制，广州市政府决定讲要来斗3天，同意接受部分轻症的患者，减轻大区市的医疗负担。 제일 크게 본인이 책임지는 것은 본인도 위험군이기 때문에 본인이 검사에 응해주시고 그렇게 해야 우리 신도들도 어떻게 따라하지 않을까 이렇게 생각합니다. 因为南韩武汉肺炎的感染人口超过一半拢是新天地耶稣教会的成员，总会长李万熙变做大家配谈配暖的对象，前一天才打甲大家规律来回息的。南韩卫生部门初三指出，李万熙的病毒检测结果是阴性，而且除了新天地教导以外，因为一般市民确诊率渐渐变悬，政府嘛会来扩大采检大区市民。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日本的疫情。伫大分县出现头一位感染者，伫北海道佫增加2个，包括泉州公主号。日本目前已经有985个感染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宣布讲，会伫初10进前拨超过2700亿个日票，补助各行各业的损失。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面对着武汉肺炎，高雄的监理所因也家己开发面罩，就是家己的喙掩起来，唔那真省钱，也唔免甲人抢喙掩。另外，高医大的病院也是利用包实在的保鲜膜，甲手机包起来，避免去握着病毒。 入去办公室，高医员工会先洗手为手机消毒，佮用保鲜膜包起来。这是高医院长所想出来的方法，避免工作中的病毒留伫手机顶悬。我们手机不管哪个地方，绝对有那个比较凹陷的地方，那可能会有残留一些细菌或者病毒，而且那个地方比较有渗进去的话，大概没有人会消毒水把它喷到里面去。 另外，透明的塑胶袋也用，因为材料真俗，配合洗手的次数，用换真侪摆。高医所部门已经使用较真普遍。你的手洗干净了，如果你的手机是不干净的，其实你滑下去还是把脏的东西带在你的手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方便。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去大厅帮忙协助防疫的部分。那防疫完的时候，听完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顺便消毒。 要加强防疫，要单位物资报告。高雄区监理所逐工爱面对1-2000人，若是买面罩或者是服务件，爱开20万。就将海绵甲透明的塑胶片黏黏的，都是大范围防护喙暖手的面罩。 防护眼睛其实那个眼镜也是非常的贵，大概市售的价格也是100-200块。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以这刚的面罩来使用的话，不但可以阻挡我们眼睛被传染的部分，耳鼻的部分也可以来做一个保护。目前面罩用在第一线量体温甲接触民众的人，监理所也拍算继续做，发放检测监考这单位，做甲全单位防护。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减少群聚感染的机会，代替对初3开始到4月30，全台湾18车头拢会施行减少民众群聚政策，而且也无要甲场地租予别人办活动。这个政策煞也影响到车站边仔的商店街啊。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花莲过车头初三开始实施减少民众群聚的政策。车头前的广场即马无搁对外开放，袂当办活动，人客嘛袂来，或者打开一年的商店街看起来真稀微。店头嘛爱讲生意真正是差真多。因为现在疫情已经这样子，如果再关闭的话，客人应该就不会再来了。影响其实蛮大的，影响大概几成？大概3到4成跑不掉。代替表示，为着降低群聚感染的可能性，从初三开始到4月30日，全台湾有18车头开始实施管制措施。花莲火车头各地来花莲观光的旅客真多，必须爱管制。都是在这个金旗广场，就是那个大伞底下哈。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非付费区，就是检票口前面那个空间。那未来可能在这个期间，我们就可能这些动作、这些活动都要暂停。我觉得很 OK 啊，因为大家来自何方比较不清楚。那公共空间有一些防疫的措施，我觉得对大家都好。根据花莲火车头的统计，台北花莲平常时坐车上无有13000人，即马敢若剩7000，看得出来愿意坐大众运输工具的人减少。若是各站解除的管制时间，会看疫情的状况另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一个住伫花莲西澳的查甫人，因为犯着抢劫、共操打的罪行，被判无期徒刑。在2年外进前，被得到假释，想袂到伊伫昨暗甲电子卡扣迫害，逃走去台北，佮甲槟榔大抢劫，想袂到擦枪解摆，伫下晡在高雄，被警方抓到啊！记者去西澳的查甫人厝内，伊无提走手机啊，响袂线。伊的妈妈讲，初一暗时8点外困进前，后生要坐伫客厅，后来煞加长电子卡疗，到甲台北还阁抢槟榔搭。做老母的人，囝犯罪生生会烦恼啦。53岁西澳查甫人，86年开客运车性侵过抢劫女乘客，被判无期徒刑确定，服刑将近20年了后得到假释，暗过被认为再犯的风险悬，爱挂电子卡条监控之时，才出监2年外，伊就迫害逃走。欧姓男子他在逃亡的时候，并没有携带行动电话，没有办法精准的定位。西澳查甫人交付保护管束10年，事发了后，花莲地检署发布通知，佮通知家家撤销假释，暗过也佮引发电子卡条开被迫害，真派有效监控这一期。之前用的是塑胶的材质，在105年禁禁之后，就目前第4代使用的是塑钢的材质。明年度呢，要针对第5代再加以强化。学者指出，伫国外挂电子卡条的犯人，拢有指定的监督人，佮有心理咨商辅导者的配套，无亲像伫台湾只有监控，对减少再犯的功能有限。那我们如果一味的从这个监督的角度来处理这么高冲动人格的性犯罪者的话，那当然这个议题就会发生的比例会比较多一点啊。台湾实施科技监控20年，1000人挂过电子卡条，迫害卡条有13件。一摆西澳的查甫人无查手机啊，进派队长，暗过下晡3点外，伫警方合力对17下伫高雄演走被抓，被押解等于市刑台侦讯，结束将近18点钟的逃亡。记者综合报道。入冬了后，较无雨水，也互南投仁爱乡的布社水库水是愈来愈少。其中万代发电厂却因为水库的水伤过少，却无度发电。中区水资局表示讲，虽然较无雨水，不过咱要用的水到5月底也阁无问题。原本真美丽的乌比景致，即马食做规片沙坡啊，下骹的土搭甲闭起，互人料想袂到。这是南投仁爱的布社水库。官人以来拢无落雨，水库变做水池啊。负责管理的万代电厂表示，目前因为水位收低，有一只机组无法度运作。我们原来平均19.4 CMS 的水量，那现在来讲大概只有4 CMS 左右。这水的话，大概只有在我们的大坝前面就这一点点而已。万代电厂表示，到初三为止，布社水库的水位是982.4公尺，欠水量是210万立方公尺，欠水率仅5.6%，是全台湾水库上低。使用的水源是拄到水溪内的支流布社溪，毋过一只机组因为水库水位比储水点搁较低来暂停，而且发电了的水经过无界坝调度互日源潭水库，互水位搁较低，嘛互附近农民烦恼讲无水压残。阵啊开始要刮伊的水量无较悬的，阵啊品质就歹。啊，歹安怎？青啊！农民烦恼农作物去受到影响，负责调度水源的中区水资局讲，各地水系特性无同，毋过民生甲产业用水会当供应到5月底，做落来黄霜雨季了后，欠水的问题会当解决。今年的5月前民生用水
民生跟产业用水供水是无虞的哈，而且我们目标哈在今年5月底，那各主要的水库还可以续存1个月的民生用水量。中区水资局表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同款是老水溪流域的雾社水库甲日月潭水库欠水量总共降低600万立方公尺。若是水源是拄大安溪内的李溪潭水库是增加1800万立方公尺，大甲溪的特基水库是增加1000万立方公尺。水资源是会当经过调度分配，毋是代表这是欠水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武汉肺炎的疫情，正伫香港有民众甲政府抗议讲，着爱伫社区设指定诊所。特首林郑月娥毋拿出来发话，也宣布讲，初4、5啊会派专机去甲留伫乌北的香港人接回来。另外，疫情期间较无出现的习近平，也强调讲，防疫的药啊，着爱赶紧研发。真侪香港民众出来行路抗议，家己厝内社区附近有部分诊所去用来做收治有轻微发烧或者是呼吸道感染病人的指定诊所。特首林郑月娥搁一再呼吁，希望民众对防疫工作会当更加理解甲包容。建設呢啲同防疫抗疫工作有關嘅設施，無論係檢疫中心或者日後需要啟動嘅指定嘅診所咧，都要係理解包容。香港政府嘛宣布，會伫咧初4、初5安排4架國泰港龍專機，甲調佇咧烏北市嘅香港人帶回來，第一批有533個人。喺一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嘅時候，就會被安排直接去到檢疫中心進行14天嘅檢疫，乘飛機翻到嚟香港嘅國際機場，然後再安排車咧直接送到去檢疫中心。整個過程咧都係要做到無縫，確保公共衛生嘅考慮能夠可以符合得到嘅。到目前為止，香港嘅武漢肺炎確診人數累積有100人，防疫單位完全唔敢放零。若是中國境內確診病例超過8萬人，而且還有3,000個人死亡。在咧疫情期間，較少公開出面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初2是去北京的防疫相關研究機構進行視察的部分。習近平希望他們加強同前方的配合，組織精幹力量，即事即辦，加速推進新型檢測試劑、抗體藥物、疫苗和診療方案等攻關，堅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加快推廣應用已經研發和篩選的有效藥物。那像是因為受過頭超凡疫情的部分，去外界注意到伊的白頭毛變多。啊，毋過即馬中國境內疫情若像較穩定，中國加強疫苗藥物等等的研發力頭。有外國媒體分析指出，中國正在創造全球抗疫行動領導者的形象。啊，若是日本、韓國等等國家的疫情變懸，習近平訪問日本的行程嘛有可能因為安尼來延後。記者綜合報道。美國伫初2暗時，佫增加3位感染者。美國到今已經有105人受到感染，其中有2個人捌去過意大利，回來到美國了後發生家庭群組感染。另外，因的總統川也要求藥廠要趕緊開發疫苗，民眾也開始咧驚嚇，大概是3錢搶要買不住。在華盛頓州，這間長期照護機構已經封院，這陣時的死亡比例甲有關係。至少50個人有疑似症狀，協助醫療後送的消防員，也有90位大學生志工攏被隔離。當局為着防疫，甲一間旅館買來當作隔離的院所，並且予無敢去過的人住。這陣美國確診比例已經超過100例。公共衛生專家煩惱，將近2750萬人無健保，也有上千萬非法移民。加上美國是先進國家內底唯一無規定有薪水變價的國家，薪水較低的勞工破病強姦嘛勉強上班，可能形成美國防疫問題。這陣華盛頓州已經請求防疫預算加防疫裝備的資源，副總統潘斯擔任防疫總指揮，藥物疫苗攏是重要任務。Get it done. We need it. I think they're so rich, they don't need money. They need time. I think what they ne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nature of trials, as the experts have explained to us, is that the vaccine might yet not be available till late this year or early next, but the therapeutics could literally be available by this summer. 不過，各州對着檢疫測試劑加政策無清楚，攏有不滿。在州聖安東尼奧就發生全州公主號隔離者2擺採檢陰性，解除隔離了後，收到通知有着陽性。As mayor of this city, I find it totally unacceptable. 紐約市長貝蘇豪安達社會講，這陣檢疫令無需要煩惱。不過，紐約市的紐約長老教會病院一個醫師講，因為病院檢疫能量無好，送來測試劑攏有問題，而美國民眾感覺疫情不妙，搶買不住。
I felt like people seemed a little panicky. I came here for was toilet paper, and there was none. 而且暗欠费真严重，过期的嘛有人提出来买。They're seeing masks online for $100, $200 a box, but they're probably all expired. 满洲出现新增加病例，尽管各地确诊的数字只有几个，不过已经有4个拢爆出来情形。美国的防疫之路恐惊歹行，嘛要更加细腻。记者综合报道。澳洲有一间智库伫初二指控中国政府强迫超过8万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去各地头的国际品牌工厂做工，不过中国政府说是唔承认。另外，美国华府也限制5间中国官方媒体驻美国人数，也互看作是报复行动。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昨日发表一份名叫《出卖维吾尔人的报告》，指出，伫2017年到2019年，北京当局甲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将超过8万个维吾尔族人对新疆送去中国交易身份的24间工厂工作，做援助新疆脱贫计划一部分。接受这批工人的工厂，最后摕上无83间全球有名品牌的产业链制造产品，其中点名包括苹果、BMW、Gap。华为、Nike、Samsung、索尼甲福斯等。中国外交部彻底批评这份报告并无事实根据，还有澳洲停止查新疆问题。该机构在涉疆问题上一再抛出充满偏见的谬论，只不过是为了跟随美国反华势力，污蔑抹黑中国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昨日宣布，对13开始，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等5间中国官方媒体驻美的中国籍员工人数会限制对目前的160个人减少到100人。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强调，新政策是希望让北京用较公平、互惠方式对待驻中国的美籍甲其他外国记者。未来报道内容嘛袂向限制。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事件爆发了后，美国总统川普都已经表示，会对5间伫美国的官方媒体员工做出新规范。了后，这5间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看作中国驻美国的外交机关对待，包括另外名单聘用加解任的原因，拢爱互美国知影。另外，伫美国租厝或者是买厝进前，拢爱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伫昨公布，伫咧放无薪假有1600多人，其实向台北市劳动局申请无薪假的人数，就已经有1580多人，其中拢是参与业较济，占了一半。另外，高雄市劳工局收到通报无薪假的业者有8间44人，其中有6间是缩短上班时间。有听说他们有放无薪假之类的吗？有听说。伫咧台北市某一个捷运站的商业图馆，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通过台北市劳动局的备查，有30多个员工实施无薪假。台北市劳动局指出，目前台北市已经有3间业者83个人实施无薪假，也各地申请的事业单位有46间，人数是要1586人。以住宿业和餐饮业，在这个比例上面呢，将近是1半的人数哈。那家数总共是14家。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跟所有的劳工的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呼吁，当你如果说被企业方提出要放无薪假，务必一定要跟资方达成协议哦，并不是资方说自己要放无薪假，你们就不用来上班。干那大小甲餐饮业申请无薪假的人数都有749个人，艺人翁仔某经营的精品旅馆嘛申请60多人，不过因为文件无齐，劳动局还未申请通过。就算5煞泵体温消毒等等防疫 ，KTV 的生意也是去受到疫情的冲击。新北市实施无薪假的业者新增加到10间，355个人，其中新住店就占131个人。原本传出讲想要申请无薪假，也留第一公园 OT 委外营运公司，是先针对干部减薪水2成5来度过今麦难关。游客嘛，就是这个月呢，大概又在往下掉，大概剩下1成。目前是没有真正实行到这个无薪假的部分，只是先要求他们要把他们手上的假赶快把它休完。高雄市通报无薪假的业者目前比上北较少，总共有8间，44个人实施。其中这8家有6家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实施无薪假，预期3月份包括一些旅宿业或者是餐饮业都会
进行一些无薪假的一个通报。劳工局嘛指出，除了旅游业有2间放无薪假，其中嘛有1间做观光行销广告的公司，向劳工局核备申请，各地实施无薪假的状况继续在增加，不过外界预计，目前可能还未到上严重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华航对内有发放一封批信，内面写着若准继续减航班，公司有可能有进一步的应变措施。但国内的全国航空业总工会今仔日搁再向政府发声，希望政府来甲航空业斗3工，避免员工变作是上大受害者。国际疫情拖开，航空业一直减班。华航礼拜一发出内部的批通知员工，表示2月班机促销比例13%，差到1400班；3月促销49%，3000班；4月份已经促销2100班。请员工配合伫这段时间适度安排休困，也有个公司营运状况弱势继续恶化，要推出其他的应变方案。我们呼吁政府与相关业者应该优先保障员工的工作权，以不裁员为前提申请政府纾困补助及贷款。那航空业者如有任何劳动条件变更的事项，也要尽速与工会协商。工会认为航空基层员工竟然是这摆疫情上大受害者，呼吁政府要有特别时期纾困贷款优惠，佮限制航空业唔通在原进行申请，来保障员工工作权。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对大型航空公司已经向行政院反映，建议另外专案协助。除了减免一些权利金、租金还有这个降落费的减少之外因为他们确实受冲击伤害最大。那我们也跟行政院在反映针对航空公司建议呢，另外能够有专案来协助他们。其实我们现在也苦撑最后8条线，如果疫情一升级，其实我们就全部的飞机就摆下来了。我们真的，其实我们最近人事处也在开始研讨我们公司那些留职停薪或者特别事假，其实我们也是在撑。华航回应，公司研究相关应变措施，已经邀请企业工会代表进行沟通，希望在兼顾员工工作权之下降低营运冲击。中营表示，请员工做好大环境对航空业不利的心理准备，应在这时阵做合理的排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接见澳洲驻台湾的代表，希望两国会当赶紧启动经济合作的协定，也感谢澳洲伫 WHO 甲 ICAO 替台湾发声。另外，驻美国代表高锡泰也在国际期刊发表批评 WHO 伫疫情资料超故意甲台湾列入去中国，才害台湾受到牵连。也呼吁面对健康的威胁，国际性的组织不应该参与中国的政治把戏。总统蔡英文早起会见澳洲驻台代表高高瑞，希望台澳中间应赶紧开始经济合作协定谈判，并且感谢澳洲在 WHO 执委会甲 ICAO 为台湾来讲话。澳洲在 WHO 执委会及 ICAO 的理事会的期间，都为台湾发声，期盼澳洲未来继续大力的支持台湾，也顺利签署了有机同等性、相互承认的协议。希望两国在如此紧密的经贸合作上，能够尽早开启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驻美代表高锡泰是伫外交政策期刊发表专文，批评 WHO 在疫情相关数字甲参考资料中，超管甲台湾比例列入中国，才互伫台湾真侪高度风险地区。呼吁国际组织莫参加北京的政治游戏。WHO、ICAO 甲其他功能性国际机构停止对台湾的不当隔离。就外交部协商在位到以色列的台湾旅行团游客，离婚暗时已经坐专机到台湾，专机费用支付也真侪大家注意焦点。我们乘客本来是他们有定位，那定位因为被取消了，所以其实他们调了一个空的专机专门来载，所以就所谓的专机这部分呢，我并没有再额外跟这个乘客再索取额外的费用。因应武汉肺炎国际疫情真紧上升，各国继续更新防疫规定。毛里西斯宣布禁止台湾这国家的旅客入境，要民众进前往马来西亚、沙拉越州国际入境。外交部正继续伫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假消息，刑事局伫初二有抓到一个台湾网友，伊伫网络乱传讲疫情失控，台北派军队镇压的文章，也甲这位网友送到地检署侦办。另外，也有政府机关受到假消息的攻击，讲什么桃园有病院发生群组感染。经过调查，这个网络 IP 是对中国来的。
台中一个细条的网友进前伫咧巴哈姆讨论大散步疫情失去控制，台北派军队来镇压的破文，啊，毋过因为相片是绿树天安门事件内底，中共出动政策画面，刑事局查到是假消息，啊，毋过伊讲家己敢若是转达。当初天安门事变的时候，那些坦克车进入到天安门的那个画面，结果呢，民众他当然这个他是坦诚不讳，他说他没有经过详查，然后就抛出来。武汉肺炎疫情的假消息，阁毋若即赞。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嘛去互人抹黑，指出台湾因为武汉肺炎死200个人的不实消息。另外，针对网络流传桃园市政府的假公文，表示桃园的病院出现群组感染，所以全市2月29开始实施封城，全面管制交通，连学校嘛停课2礼拜。桃园市政府赶紧出来驳回是假消息，警方嘛查到大部分的 IP 是中国号码。公家机关的公文，比如行政院的公告等等之类这些变造的公文化，如果内容非常与客观事实是非常不符，向我们的相关的行政机关去电话查询说这些伪造变造的公文内容的真实性，这样子。调查局分析，最近中国目军的假消息方法是愈来愈多，包括利用总统府行政院等等公家机关的模板制作假公文，或者是偷改正式公文，甲繁体字改作简体，再搁透过假的口座来发布。后面将甲真正的消息当作是对中国来的假消息等等的手法，政府积极地防范假消息渗透境内。毋过，各台办颠倒批评是台湾政府利用疫情伫咧散布谣言，制造两岸的纠纷是搬石头牵家己的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人最近拢无要出国，煞变做是国内旅游。亲像2028年假，台东就29万人去遐旅游，并台东在地人口21万佫较济。台中县政府为着要防疫，伫初三也进行防疫练习，佫请医生来出题考试，考验各机关的应变能力，要来防止武汉肺炎拖到台东。台东县政府20个局处室的主管，初三拢去灾害应变中心接受台大病院急诊部主任赵副员出了7个状况题，抽考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应变做法。另外一边，县府的官员是极头脑真认真咧回答。17年前 SARS 疫情期间，台东无确诊的个案。即马武汉肺炎，台东县虽然还无确诊的患者，不过228、3天的连假，差不多有29万人来台东佚佗。刷来还阁有几啊个连续的假期，县府表示，因为即届疫情是人传人，有真侪无确定性，都爱提早有应变的作为。我们必须要因应大量的游客来到台东，许多不确定的状况发生，我们如何保障我们所有来到台东的游客，还有我们在地民众的安全？他们做的比较好，那我就出更困难、更刁钻的题目了。因为我想说，真正发生情况的时候，它困难度是比现在还要再困难很多。就副院考的题目，为校园、社区、各地长期照护病房发烧，到外籍渔港防画到的状况处理，嘛提供专业的意见。不过，台东县也有2个真清的旅游地点，绿岛甲兰屿。过去离岛已经有定相关防疫的标准作业流程，不过建议有离岛的地方政府要是爱严格处理。这个后送做好，然后隔离管制做好，事实上是绿岛、兰屿，事实上是可以很安全的。台东县卫生局表示，离岛若发生疫情个案，要是爱送本岛。目前台东县有14间负压隔离病房，卫福部台东病院嘛有传一站楼，34个床位的隔离区已经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也互地方药局因为卖催案变甲真无用，正搁出现缺药的情形。有药师工会也表示讲，希望卫福部来倒处理，避免民众走去大间院领药啊，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民众去社区药局，除了买催安，就是爱领处方签去摕慢性病的药啊。不过，这阵煞传出药局欠药啊。当疫情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包括诊所都提高它的库存量，包括医院也提高它的库存量，然后造成在末端的社区药局，它是属于缺货的状态。药师讲，这药啊，拢是为中国来的，不过惊会去受到停工甲封城的影响。真侪病院拢咧落大单囤药啊。另外，药商甲病院有配合的缘故，所以大多数的药啊拢会先予大病院。前一阵啊，地方药局拢咧处理欠命领催验的代志，煞无去注意到药啊拢已经欠货啊。欠药我目前是欠2-3种啊，特别对面抱怨啊。台南市药师公会讲，卫福部呼吁慢性患者爱减少伫病院的出入。不过，若说因为无药啊，
民众就要冒风感染的风险入去大病院。毋茫讲政府单位会当斗3工加强稽查。另外，是药师讲，若是药局有欠药的状况，会当透过线顶的平台通报，伊嘛会加强调查，请药厂甲即寡囤药的病院通报互实药师。记者综合报道。咱续落来看，真侪人的大学要安怎防疫呢？亲像兵团大学要求要入去校园的任何人，拢爱挂水罨、磅体温、双手搁爱消毒。也若有人袂记得挂水罨，要安怎做呢？主讲系教授甲学生也利用 AI 人工智慧，开发一组提醒你爱挂水罨的系统。让下温无超过37度半，伫手的长椅仔开学了后，老师、学生甲人客要入去兵团大学，拢爱比照办理。有外籍学生对学校的防疫做法真放心，不过只有戴嘴罨这个代志也袂啥关系。I don't get used to wear mask. It's so difficult for me. I only wear mask when I take a train or bus. 外籍学生袂管是戴嘴罨，也台湾学生袂记的，也毋过出入办公场所，学校规定一定爱戴嘴罨。行政人员无可能一直注意。主讲系教授甲座位大学3年级学生利用人工智慧辨识物件的功能，设计一组戴嘴罨的提醒系统。请戴口罩，请戴口罩。我们大概准备了大概1000张左右的照片，好，那让他训练大概标记好之后训练2-3天的时间，好，那我们就先让他上线，然后慢慢的透过找一些资料，然后逐步的把这个软体跟自己的同伴把这个整个建构好，是还蛮有成就感的。一台电脑，一台 webcam 加音箱，加上训练标记累积精准度，这套系统即阵敢若放伫主讲系办公室，若是搁再修正优化，无排除推广到全校。学生利用所学到的用科技解决生活的困难，老师会利用网络技术，甲无倒来台湾读册大陆学生用远距离教学。拜日下晡的3点钟，至少6位大陆学生用电脑来教学。我们这样上课方不方便？本来也是来不了嘛，这种方式就非常方便我们的学业。杨教授讲，有10外大陆学生，即阵拢按课表用电脑来上课，也同步录影，放伫平台顶面，效果可能无面对面教学较好。也毋过至少学习袂长期，尤其是互大学4年级的大陆学生会顺利毕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美贸易战甲武汉肺炎的影响，美国的强保订单也对中国转来到台湾，也互台湾的强保头一届有机会外销美国。受到美中贸易战和武汉肺炎的影响，中国的姜无法度出口，美国该和台湾合作。尤其南投民间乡是咱国内姜的重要产地，头一批就有17000斤的姜母，准备正规出口到美国。选址的老姜会在我们民间乡来当一个集散中心，所以这个姜民间乡出去的大概占了50%-60%，可能差不多有。我讲台斤大概差不多3000万台斤，那这个量是非常可观。那因为这2年因为可能景气不好，所以这2年的姜的价格没有很好。这几档咱台湾国内姜货济无销，价钱嘛无遐尼好，出口主要是销往日本去，即卖会当加销去美国，唔但助长台湾姜伫国际的知名度，嘛会当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方面也要谢谢我们民间这些生姜的合作社或者是这些农户，他们自己本身也付出相当多的一个心力，不管是透过网络或者是他们既有的一些人脉，能够跟这些贸易公司来搭上线。它是最好的防疫食品，你知道？我希望讲吼，咱的政府单位吼，一定爱把咱的姜吼，甲推广出去，和欧美国家吼，因拢唔知讲姜的好处吼。民间乡农会表示，姜有抗氧化、解毒的作用，佫会当增加免疫功能，是真好的防疫食品。台湾姜的品质人人学乐，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协助推广姜的好处，和全世界拢会当食到台湾的好姜。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仁爱乡伫咧海拔2360公尺的所在，有一个分海保线所，是英国甲电对东部送到西部的重要基地。也因为抗日远，当地部落希望林务局来接手规划，变作保存当地族群文化的场所。行伫咧山石路，享受福山包围的感觉。这条灵高原岭高道，要是所籍族人拍拉往来的路，也是日治时期警备交通的重要路线。为屯园登山口行4.5公里，就来到海拔2360公尺的云海保线所。
这是为光复较大，早期家电为东部送对西边的基地。不过，这阵保线所因为久无用，已经爬远去，面临去互人拆掉的命运。很有历史，然后我觉得要保留，就是原住民我们祖先的唯一留下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传承的东西。我们希望它能够争取成为我们一个山林教育的学习基地，还有就是对于东电西宋这段的历史呢，能够透过解说员的解说呢，永远的流传下去。云台保线所是坐坐来令高原岭古道的登山客重要的休困站，佮加上古道对所籍原住民来讲是祖先留落来的生活和记忆。庐山部落的族人希望负责管理保线所的台电，会使把土地献予林务局，交予林务局重新规划发展。就是等他们过来以后，我们会来积极的推动哈，那会以活络当地的那个生态旅游的角度，那我们会妥善去利用或者是管理这个保线所哈。林务局南投林管处表示，云台保线所的土地，准讲未来台电正式退租，就会接手积极规划其他生态旅游的行程。当地学校抑个部落也讲，因会继续合作，推广深度的文化旅游，让更较侪人了解祖先留落来的自然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西的顶南仔社区特别邀请老师来教这的四大人做手工艺，究竟是要做什么款的宝贝物件呢？咱做伙来看。老师展示社区的老大人才拄做好的作品，即卡看起来真水的地啊，是老大人伫社区的手工艺课，利用无爱滴的唱片做的。资源回收的东西，做一个可以装那个，譬如说像信用卡或是账单，长辈们就是练习，就是他们的手就有动到嘛，头脑也要有动。云林西的顶南社区，逐礼拜四固定的上课，其中手工艺课程，阿公阿嬷特别介意，大家会当坐做伙，哪做哪开讲。因为还阁动头壳设计、动手做，阁有永远实地适应的效果。虽然是共一个老师在教，但是家己做出来作品绝对是别人无的，互阿公阿嬷足有成就感。做这手艺工就好啊，用脑啊，拢做无共款的。叫一寡老师，永远师两个老师来上课，还阁有一寡手工艺的老师，我感觉这老伙仔大家拢足欢喜的。目前社区关怀据点逐礼拜开放一天，设计一寡永远实地适应的课程。互老大人来遮活动，未来希望会当向中性适当的方向来发展。互老大人逐工拢会当来遮变工艺，嘻嘻哈哈，逐工拢过甲健康佮快乐。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法国巴黎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